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国际组500米直到竞速决赛的运动员们已经从起点出发了。加油，香港隊加油！决赛了。1到香港兆辉凯龙，2到芭蕾河，3到美国友联国际，4到安徽任都置业。这是今天2017年首届芭蕾河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决赛的4条舟艇。决赛了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来从场上的情况来看，2道和4道是稍稍领先，2道是芭蕾河，4道是安徽任都置业。现在我们的参赛选手在小界终点上来，没有人拍点的地方。是国际组的决赛，芭蕾河加油！2道加油！2道加油！2道加油！芭蕾河加油！2道加油！香港加油！香港加力！香港加力！有機會追上去！香港加力！香港加力！加力第三，有第三，加力，頂住，第三，頂住，上第三。